们的华语礼拜即将开始，我们请将我们的手机，关成静音或关机，我们一起安静心来预备敬拜上帝。宣召：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回诡诈的人。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满园，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生命前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满园，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满园，我们一
一同欢欣笑开颜。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啊！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哦，是的，主啊，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在碰到许许多多的患难，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让我们很悲伤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让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怎么会临到我们的事情。哦，父啊，但是主，谢谢你，因为有你的恩典，你生命的泉源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在主你得到安息，能够在主你里面得到翱翔。哦，父啊，求主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受伤的心，医治我们那破碎的心，让我们在主你里面能够重新的来得着医治，重新的来得着力量，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注目在天上，而不是注目在这个世界上。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此时此刻能够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赞美主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你。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生灵战斗，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生灵战斗，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奉你名，风浪平静。虽我眼还未看见，
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面前，你能把你投进海里，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你名，风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你名，风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你名，风浪平静，风你名，风浪平静。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在耶稣里的安息，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你名，风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你名，风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你名，风浪平静，风你名，风浪平静。再一次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
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您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感谢你，到主你怀里的都能得安息。主你说，凡劳苦重担的，到你的面前都能得安息。主，求主你带领我们专注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带领我们专注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的心，不管有多少的烦躁，多少的担心，多少的一些困难，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能得安息。主啊，因为你是那可以让山挪移，让大海平息的主。主，求主你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成就主你的大事。主啊，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清楚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宝贵，何等有价值的。主，求主你坚定我们的心，坚定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安息，在你的面前我们得安静。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此时，让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是以赛亚书第30章19到21小节。你们注意来听，我来念：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主并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上，愿上帝眷顾遵守他命令的人。此时，我们要请蔡崇义长老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为什么会受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风雨中，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有你美好的旨意，让我在受苦的时候，能够更加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全的是什么，要成就的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虚心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刺动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与你更加接近。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弟兄姊妹平安。照规定我是可以短暂的时间可以把口罩脱下来哈。今天很高兴看到各位，看到应该永新弟兄吧。那文仙姐妹嘛，是吧？还有淑花姐妹，是吧？谢谢，看到你们来，我很高兴。今天这个题目，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信上帝的人，上帝不是赐给我们说，可以我们得到安息，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到永远的快乐，可以永远的喜乐跟平安吗？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受苦？我们信上帝以后，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想的？现在目前在进行的是乌克兰那些小孩子，马利坡
所有的人断水断粮20几天，他们杀野狗，甚至他们喝的是脏水，流着血的水，他们都喝。为什么会受苦？不投降，我就把你炸成废墟。这是现在的国家可能发生的吗？我们一直在讲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台湾其实心里也蛮害怕的。我们为什么受苦？下面这张图就是马利波目前的情况。当然，这张图的时候是已经1-2个礼拜前了，现在更是惨不忍睹。我们有看到婴儿车摆满在广场，这是195辆，其实应该超过200辆了。他们都来不及长大。他们跪在雪地祷告的时候，跟上帝讲说：“上帝啊，到底你在哪里呀？上帝呀，1岁的纳粹已经让我们犹太人遭受这么大的苦，你的选民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是犹太人。上帝呀，到底你在哪里？到底你在哪里？Why？ 为什么？我们难道做错事吗？我们难道不尊敬你吗？我们难道不敬拜你吗？上帝呀，为什么？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诗帮领我们的唱，我就想到30几年前吧，我在大光教会，刚开始也是人很少，最后有差不多300-400个人在这边唱，就像天堂一样。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每一天像天堂一样？我们看他们这些青年们在这边带歌的时候，我们心里好感动。他们来唱歌，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可以唱歌了，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哦。但相对了，上帝呀，我们能不能每天都这样敬拜着你，就像天堂的敬拜一样？我们每天唱着歌，我们很高兴的在这样做。所以有人画一张图，一只狮子咬一只驴子，然后他去告法官说驴子伤害我，他为什么伤害你？因为我要咬他，他反抗，所以这个伤害罪名成立，这是法官判的。各位不要觉得奇怪哈，我们中国司法也是这样判。我在这里，我知道我们的转播都会传出去，但是我还是要讲，我在南部一对夫妇非常的虔诚的长老，夫妻都是长老。他们创设医院、创设学校，做了好多的公益事业，在他们身上发现了神的神迹。他们做了一次，在台南是非常的有贡献。可是他的钱被盗领，照理讲钱被盗领就银行还钱嘛，对不对？可是没想到这一官司一打了20年。我在基隆地方法院当院长的时候，这个官司反正只要你怎么打到最高法院，就把你发回来，一直发回来，回来到一个他们想要的法官，就把他判他输，盗领4000多万。各位可以想象得到，他们输的时候要输多少钱吗？用以前的利率计算，要输1亿5500万。他的太太当时跪下来讲一句：“上帝啊，你在哪里？”打电话到基隆地方法院，臭骂我一顿。你们这个司法在干什么？我打电话到最高法院去，最高法院的院长说，他不想干了，他只干1年。他说他实在他也看不下，因为财团很少输。我讲是很少哦，还很含蓄的字眼啊，几乎没有输。然后高雄一个文医生姓文，这个字很少，所以大概知道我在讲谁。他的财产全部被霸占关了之后，还告他诽谤。通常诽谤也是判1颗罚金就把他抓去关了，目前还在关。写信给我，我只帮他平反过1件，那时候我在当法官，在台南高电。另外一件在高雄的就把他判了下去关了。可是他告诉我，他也是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当别人咬你的时候，我们的法官判决说，你就让他咬就好，为什么你还要再抵抗呢？
正为自己想想看，你是错的。生老病死，司法的这些问题，其实高僧也跟我谈论过，因为我自己也是司法破被害人。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也是司法的被害人，甚至全部的财产都被整个的税把它挪光，整个的法律把它挪去。我们甚至很多人遭受很多的不公平。可是我们还想到一件事情：生老病死，人生。他们说人生就是苦啊，出的时候是你笑，你哭，旁边的人都笑；等你死的时候，你笑，旁边的人都哭啊，这就是人生啊。我们这几天看到国轩兄，虽然我没有只看到他的相片，我每次想到国轩兄。那天我又到真善园，又看到那个他在花葬区很美的地方，因为他跟文辉长老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晚上可能都起来查经吧。那个地方很美呢，我跟我太太讲说，那天我有一天我要在那边很美的花葬区。我们所看到的红露云姐妹就是那个艺文的阿嬷，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许爱凤老师是上个礼拜三举行告别礼拜，我们昨天去参加的是陈红雪姐妹的告别礼拜，在基坛街教会。上帝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爱的家人，你为什么把他带走呢？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种栽种有时。上帝将那个美好放在我们的心上，那个美好的永生放在我们心上，可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猜测不透。我们有永生，人生的路这么长的永生，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人生，在座的各位，你们能告诉我，你这一辈子过得都无忧无虑，这一辈子都是非常的快乐，这一辈子从来没遇到苦的，请你举手。我自己本身跟保罗先生一样，经常问主一句话：我什么时候才把我的刺能够拿走啊？保罗先求了3次。然后他说：“主有他的美好旨意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么说：“主啊，主啊，如果能够的话，将这个杯挪去。但是照你自己的意思，苦啊！我知道我是神，我知道我会受这么大的苦。主能够找别人吗？为什么是我呢？”可是他只有讲：“我愿意承受，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我们在看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本来是一个很安居乐业的环境。上帝说：“你出去吧，带你的到迦南地区，我要赐给你一个美好的地方。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乡，你要离开你的住所。”上帝怎么这么无聊，这么讨厌啊？我住得好好的，他叫我离开啊！我们还看到一个人，这是什么？约瑟，只是因为他很有才能，只是因为上帝很喜欢他，只是让他做个梦，有一天他会做一个很大的官，里面他的兄弟都会向他跪拜，他的兄弟里面就把他抓住，丢在井里面，最后把他卖到埃及。我们又看到一个人叫做摩西，他是王子的身份，他被到皇宫里面去领养，公主把他领养，他是个王子结果他要杀人，为了以色列人杀人，他跑到旷野里面去，跑到沙漠里面去，有40年。我们所看到是什么？约伯。每次念约伯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跟大家在查询约伯记，他们都问我说：“蔡长老，这个约伯记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信上帝干什么？一直在受苦，上帝跟魔鬼打交道，居然拿我当试验品，我一直在受苦。”可是我们看到约伯记讲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相信有你呢。我从前叫风闻。那如果你告诉一个人，郑伟，你要来信基督教有一个好处，会受苦。哇，信基督教你会受了很大的责难你会就像保罗先生他本来可以做大官他就一直在传道信基督教你会受苦。那我跟你祷告说，主啊，让他信基督教，让他以后受很多的苦。我告诉你，人家说你是疯子，谁要来信基督教？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历代的耶稣的12个门徒，哪一个有好下场？
可他现在没有好下场，可是他传下来的是熏香之气呀。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他的后后代代里面是上帝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所看到是什么？我们的先祖犯罪，亚当的犯罪，他那个罪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宝血的覆盖的话，我们心里都蠢蠢欲动，想做坏事。我们有一个叫做检举达人，4月30号以后，红线不能再检举了。我们这个教会这里经常被检举，我停了2次，开了2张罚单。我们就看到有的人，我很有正义感，我就检举你。我们说看到一个超商的店员偷了2颗茶叶蛋，被判了，而且把他判了要去关。2颗茶叶蛋18块钱。上个礼拜有个韩将军来澄清，他的那个加菜金2880块，把他判了4年半。上个月有民进党苗栗县的党部的儿子来哭，他的爸爸因为议会决定说1天只能够领半天的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表决通过。可是内政部有解释说可以领，只要你签名可以领1天的钱，他没有领半天的钱，3700块，判多久？3年7个月。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司法。他们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们，我也是司法被害人啊，怎么办？我们的院长还3年，司法院长还在3年，2年半，2年半。要到下任总统的时候的11月，才会再任命新的院长，看那个能不能把司法改得好一点，否则看一个终身制的法官，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判都没关系，没有人可以跟你责难。你想想看，他会真的好好判吗？有没有办法改？很难。就像我们的教改已经走不脱回头路了。教改那第一步踏出去之后，要再回来，要好久好久的时间。我们为了我们的先祖受苦，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为我们的罪恶所造成的，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受苦，那本来就应该的嘛，你应该受一些刑罚。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本身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他人的利益，我们为了他人来受苦，在我们耶稣身上，我们看的最多。耶稣为了我们而受苦啊，耶稣为了我们而钉十字架。我们经常为了试探或者试验，我们为了魔鬼的试探，还是上帝在试验我们对他的心？今天你们手上等一下那个麦克风给我们给人均好了，好不好？还是你们轮流。等一下我们要练几节的圣经节，你就帮我们练。你们可以看手机，也可以看那个圣经。你们前面都有圣经，各位前面都有圣经，可以把它拿起来。有的是台语的，有的是和合本的，尽量用国语，尽量用国语。但是台语的也没关系，没办法就用台语，尽量和合本，尽量用国语。受苦的目的，其实我要讲6点，但是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就要讲第一点。我们的受苦是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愿意脱离罪的辖制，然后行在神的道路上。受苦让我们愿意行在神的道路上，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行在道路。然后第二个，让我们离弃心力而变化自己，来顺服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在这短暂的受苦的时候，能顺服上帝的旨意。其他我们没有时间讲。受苦让我们悔改，脱离罪的辖制，行在神的旨意上。各位，麻烦来看一个圣经节，帮我念一下诗篇139篇23到24。其他人，今天大家借着圣经，你们把它画也没关系，把它记下来。来，帮我念一下。来，拿个麦克风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对，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上帝啊，求你检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悔改，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可是我跟你上帝讲说，不是啊，我是冤枉的。在很多的事情上，上帝有他的美好旨意在。那我们看以赛亚书，那诗篇、箴言，那么传道书，再来雅歌，就是以赛亚书。来，以赛亚书30章19到21节，然后帮我念一次。一边你们看，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边在回想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以赛亚书30章19到21节，第19节：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必行在其间。”对我们所看到的，主因为你的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你本身受罪的辖制，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会受罪的辖制。你的主因你哀求的声音会施恩给你，讲了一句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你要走正路，我必在其中。”上帝做你的依靠。那么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让你们念了。耶利米书9章7到9节里面告诉我们：忘记了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么行呢？”我们要受主的融化熬炼，上帝要给我们融化熬炼，就像那个真金真银，我们一切美丽的雕塑品是千锤百炼的。钻石最美丽的钻石是经一再的雕刻，才有那个美丽的钻石的出现。我们所看到我们走过的路，如果是平坦的路，你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且是那个泥泞的路，你踩上去，你的脚迹是这么的明显。你会在你泥泞的路里面看到你的脚迹，一步一步的，上帝会带你到那个最美丽的。所以你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心却谋害他。我们有时候在假装，我们有时候做的时候，但是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我不报复他们的国民呢？”我们自己本身在受人家欺负的时候，上帝会替我们在做主。我们所看到这里是哪里？山上戒毒村，刚成立我就去了，当了1年的义工，直到被发现我的身份。这里面都是吸毒的。我带大观教会的青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去那边跟他们在一起。每个人都是满肚子的辛酸，你不要以为吸毒的都是十恶不赦的人，我是多清高的人，是他们这些吸毒的不对。可是如果你看他们的经历里面，你会替他们掉眼泪。每个人都有满肚的辛酸，在宜南有是一个新生村，也是戒毒的。这些人在我们的眼中都是不值一提的人，可是这些人也是上帝所爱的人呢。我们看到一个美发师，这个美发师高爷，他是吸毒者，非常的英俊，非常会美发。他有一个太太也非常的好，之后他太太带他来信主，他也受洗了。之后他一边受洗，一边去教会，他一边还在吸毒。就知道有一天上帝的抚摸到他，他告诉我们：我不能说我不再碰毒品，因为我们知道染上毒品的人要解释要把他离开是很难的。但是我因着上帝的爱、家庭的爱，我愿意继续的坚持，我尽量不吸毒，我坚持。因为只要我想到主耶稣的爱，我要去吸毒的时候，我那个冲动我就会停止。在教会的服事，他的帮助，所以上帝让我们短暂受苦，让我们免得永久受苦，我们会受到永久的灭亡。上帝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表面是苦的，但是可能各位可以发现，以后它是甘甜的。在我的年纪里面，我经过，在我的岁月里面，经过了太多的苦，有很多的诽谤，甚至攻击，
是对我的家人很大的攻击，还在继续攻击。但是我相信这些短暂的苦会过去，有一天我们得到荣耀。苦难表面上是上帝的惩罚，但实际上却是上帝的爱。他让我们再度的回到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怀抱中，否则我们就会肆意而乱为，恣意而乱为。我们所看到的，让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脱离罪的悔改之后，我们第二个，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受苦让我们来变化自己，来顺服上帝。你会受苦，你会变化自己来顺服上帝。诗篇119篇67，诗篇就是所有的诗篇里面最多节的，总共有176节。诗篇也说，所有的圣经里面是中间。我们上次讲说167章是中间，其实119章是中间，总共有176节，每句话都非常的美。有些告诉我们了，我为受苦之前走迷了路，现在去遵守你的承诺。那也告诉我们，诗篇119篇71节告诉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会不会受苦？会啊。蔡崇玉会不会受苦？我会不会受苦？我会呀。不要以为我官当了多大，我还是受苦我最高层的人都来安慰我，我则笑一笑跟他讲说：是我被你们已经搞成这个样子，还要再3年、2年半，我还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上帝给我们管教，可是另外一个上帝要给我们叫什么？要我们要顺服，受了他的管教，上帝有他的美好旨意在。有一天他成就的时候，那个美好旨意会给我们成就。上帝给我们转教，上帝给我们受苦，他不是叫我们认命我的受苦说我就认了啦，我的判命啊，我的命就是这样，我就是这命就是不好，我就碰到就是恐龙法官，我碰到就是我的邻舍就是恶邻居，我是乌克兰人，我怎么会碰到俄罗斯的普丁呢？我们不是认命，其实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告诉我们，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替我们开疆了，他保护着我们，他如同保护我们眼睛的瞳孔啊。但是我们，你看我们眼睛稍微怎么样的话都很痛，我们就赶快把它遮掩。上帝是保护着我们，像在保护我们的眼睛的瞳孔。上帝真的是爱我们，因为为什么？他爱我们，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你所受的苦，上帝帮你伸冤。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但凭主怒，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没错，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理上就开始得到安慰。其实各位今天看到我有时候讲说，上帝也很好玩。昨天是我自己自作孽因为我家很小，因为家比较小，房间比较小，宿舍分给我很小所以我的东西都堆着那个走道都是，所以我们的床铺一不小心趴下去，应该怪我自己啦，走得太大步，结果我的脚整个脚就撞到我的那个船头那个尖尖的地方。我本来还不以为意，结果鞋子穿起来才知道，因为我脚很肿，车子又停一点。我刚才走来多痛苦100的要赶快走来，可是一边走一边痛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其实有拿雨伞那我看到没有雨结果走到一棵大树下，突然一阵风吹来，整个身就把我淋湿了。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今天早上，我本来每一次，因为我礼拜六晚上都不太睡觉，所以我一定要喝康贝特 P。我问我太太说：“今天没有带，所以就把我淋一下雨，我精神就醒了。”我在这走过来，最后我要跟各位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 Brian Jack， 他的爸爸为了跟他妈妈离婚，他的爸爸是个医院的医技师。他说离婚的话要赡养费，那如果有小孩的话很麻烦，所以他爸爸就把他打那个艾滋病的毒在这婴儿的身上。艾滋病打上去的话，医生说顶多11个月就会死亡。结果因为太奇怪了，他们去追查调录影监视器，才发现到说是他爸爸的行为。他们医生赶快跟他抢救，赶快增加抢救，终于把他抢救下来了。但是他这辈子都是从小就跟整个药，一天要吃21颗药，每3天要打一次，要输血2袋。他经常在被子里面，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跟爸爸离婚，就带着他小孩，为了给他小孩子治病，他的妈妈几乎散尽所有的家财，每天都吃那么多的药。他从小 ，Jack 就问他妈妈 ，Jackson 就问他妈妈：“妈妈，我为什么受这些苦呢？爸爸造成的啊，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妈妈就笑一笑，我们就忍受吧。上帝总有他美好的旨意，你还是要快乐，你还是要坚强。所以从小他妈妈就叫他每天晚上就祷告上帝，让我不要那么多的苦，因为这个艾滋病整个的免疫器官都受到损害，所以他身上已经损害的差不多，他都好苦啊，吃了好多的药哦。他每次吃药都哭，每次换血就哭，每次打针就哭，然后就上帝，我会坚强，我会坚强。医生说他绝对活不会超过5岁。可他就很坚强，跟上帝讲说：“上帝，你要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但是我相信你，相信你会替我安排。”他的爸爸因为这个罪被判终身监禁，可是他没有死掉。5岁之后，他身体慢慢的恢复健康，虽然还要继续吃药，还要继续换血，还要继续打针，可是他慢慢身体慢慢健康，甚至成立一个艾滋病的关怀协会。他还跑到监狱去看他爸爸，他爸吓了一跳，说：“把你孩子这么生，你还来看我？”他笑一笑，上帝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今天我的受苦，我知道是上帝要给我受这些苦，让我更加的坚强，让我更加的顺服上帝。他现在已经长大了，随时生命他有一天会走。医生说他是随时可能走，因为他整个器官都破坏掉。因为艾滋病你知道会破坏整个的免疫器官，可他还是很乐观的在生活。他很乐观的四处去演讲。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在我的演讲台上，我就这样倒下去。”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歌《眼光》，第一首的时候唱第一次，我们让我们的敬拜团来带各位唱。唱的时候，你们坐着看他的歌词，想他的歌词。上帝对我们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受苦。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你得翻过高山，翻过黑暗。你不要忘记，黑影整个的乌云的后面就是灿烂的阳光。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天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轻轻地个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让我们全部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再一次一起来。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人人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岐山？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我们再来一次来，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岐山？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你的心里要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站立在这里，我们身上受了多少的苦？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相信劳苦背重担的来就近我们的主耶稣，他会让你得到安息，让你心里得到平稳。我们心里要有眼光，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多大的阻拦，当我们跨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光明。在乌云的背后，就是灿烂的阳光；在大雨的背后，就是美丽的彩虹。主，求你照顾着、帮助着我们，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有信心，给我们喜乐平安，让我们安息在你的膀臂之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大家请持续站立，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请来一起来唱奉献诗歌。请坐。此时我来报告，在报告之前，请大家先来齐声来背诵本周的华语金句2次。你或向左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且其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1小节。接下来再看下周主日圣工的轮值，如果有轮值者，请准备心。接下来看消息报告。首先，我们来欢迎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哈。那今天有3位哦，叫杜永新弟兄哈、林淑华姐妹，还有杜文先弟兄，我们欢迎他。好，那他是台北基督徒礼拜堂也是基督徒。那我们等一下会后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再来看
消息报告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今天下午夫妇团契会由陈国义长老来带领大家到淡水半日游。12点半从教会出发那请要参与者请准备。下礼拜4月3号棒钟之后要召开定期的长执会，请长执准席出席。那如果会有任何的提案，也可以向执月的长老来提出那4月份的执月长老是陈国义长老跟李明宪执事那再来看肢体的交通跟代祷的事项那这次总共有2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为了刚刚的讲道也有讲的乌克兰还有俄罗斯2国能够尽快的恢复和平的来祈祷那第2点，为了2家陈辉雄、严丽丽家跟陈纯纯他们整家的信仰、健康、学业等等，来为他们来代祷。那这边我们除了公祷要代祷的事项之外，我们也为了本周的这个陈雪红姐妹跟许爱凤姐妹她的遗嘱我们也来为她来代祷，那求主安慰他们的遗嘱也让他们遗嘱能够看到雪红姐跟爱凤姐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仰也能够更加的来信靠主。那第2个，我们也为了政委接下来的结婚的婚宴的准备工作也求主祝福带领。那我们请起立为这些事情来同心来代祷。怜悯人的天父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接纳我们的软弱祈求，求你用大权柄来扶持我们走过各样的艰难的挑战跟道路，让我们度过种种的神的旨意的挑战。主我们这样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此时我们持续站立来唱颂荣的诗歌，颂荣完，我们请蔡崇义长老来为我们来祝祷。阿们，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神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安慰保守着你们，一生一世有恩典慈爱跟随着你们。你们的受苦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有一天主会告诉你们，他顺服他，会给你们最美好的旨意，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此时我们来行平安礼哦，想向会众请起立哦，向互道平安。